台湾景观桥起上多南投县，桥梁的悬拱出现着两极化的现象。上届成功的是这个仁爱乡的清境高空步道，每个月拢超过1万的游客。县政府开3000万做第2期延伸的工程，10月30就要对外来开放。若上失败的，应该就是中寮乡的两凤瀑布的空中步道，拢无到半个游客已经确定10月底要来停业。讲是讲美国大峡谷的龙凤水墙天空步道，无半游客，搁过几工就要停业。好山好水，把它关掉，怕算啦。中寮乡公所自营的天空步道，2015年开3000万起的，到启用的时，每一天有2000名游客，不过即马一天上加20个游客，当年就了钱。这两日阵落大雨，造成基础歹记，不过无法度负担200万的补强费用，公所决定讲10月31开始停业。只靠这个桥的单一元素的话，那经营上会比较困难。换一个场景，南投仁爱乡清境天空景观步道，新的步道延伸400公尺，30就要对外开放。下面又看到一些茶园，所以觉得视野很好。清境天空步道2017年启用后，去年2月份超过100万人次，县政府开3000万。加做步道的长度票价维持50块。南投县内有7座天空步道，也毋过嘛出现无共款的效应。了钱的天空步道，毋人差不多共款，地点嘛真偏僻，而且无连接好食好耍的景点，游客去过1摆都袂过去啊。